Hello，大家好啊！呢度係模型玩具情報室啊，我係爆機。今次想講係由日本 Bandai Spirit 公司收藏玩具事業部嘅 Tamasulation 旗下嘅可動人偶品牌 SHF 正式公開人氣動漫我的英雄學院主題嘅新商品歐爾密特嘅可動玩具No.1 嘅英雄歐爾密特本名百目盡殿被譽為和平嘅象徵能力係我為人人，係由儲存力量同埋賦予他人兩種嘅能力混合而成嘅力量結晶品。經歷咗一代代嘅累積喺第8代嘅歐爾密特變成咗足以阻止人人為我嘅強大力量呢次歐爾密特嘅可動玩具大約就係高 19.5 cm 嘅大尺寸，呈現咗而家嘅歐爾密特變身之後魁梧嘅身材，採用咗經典嘅英雄制服，還原咗動畫裏面肌肉線條同埋粗獷嘅面型造型，而且眼部用咗浮誇嘅黑色陰影還原翻動畫裏面嘅造型。配件方面就收錄咗左邊有6隻嘅替換手，右邊有5隻嘅替換手，4款表情替換件同埋頭髮替換件以及衝擊波嘅特效件，可以配合翻擺出唔同嘅可動靈活嘅造型咁亦都係再現翻劇中裏面嘅各種魄力嘅動態。大家如果對我的英雄學院有興趣嘅朋友呢隻玩具就將會喺2026年10月發售參考售價就係12,100 yen。咁如果大家有收藏我的英雄學院 SHF 系列嘅朋友到時記得留意下啦。咁最後就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